咁點解美國會搞到咁狼狽啊？4個字講晒，帝國傲慢啦。講好投資4000億，大筆一揮就變咗5500億啦，仲要我9你1咁樣分錢喎，加關稅、禁半導體，仲要對美國嘅汽車同埋農產品開放市場，簡直就係欺負到心口啦。美國心諗，反正你國家安全都要靠我保護，你敢反抗咩？但今次佢哋計錯數喎，完全低估咗呢個細佬手揸住係佢哋條金融命根喎。其實美國而家成個國家都好似一個卡奴咁樣，不斷要面 pay 咁樣找卡數，但佢哋嘅 debit 已經開始爆啦。最頭痛嘅可能係聯儲局，如果債主真係掟貨，佢哋只有2條出路：第一，自己印銀紙接貨啦，後果係美元咧就會變廢紙，超級通脹咧就殺到；第二，死都唔接貨，後果係 interest rate 咧就飆升，經濟衰退，爆發全球金融海嘯2.0啊！想知邊個國家反美國台？即刻掃描 QR code 話你知。